不過 CORA 認為北上創業仍然有前景，希望可以捲土重來，但係事先要做足準備。呢一日佢向一位大灣區創業導師諮詢創業事宜。每一個人出身嘅起跑線都有差異，咁如果一嚟到就咁本多嘅話，一可以以本傷人啦。都唔係嘅，我最緊要好直接講啦，因為嗰個選地點係一個好重要嘅。龍淑敏嘅公司服務喺大灣區創業嘅香港人。佢話：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之後，好多香港人查詢註冊內地公司事宜，其中以科技、餐飲同貿易行業居多。不過近幾年，大灣區內各地區對港人創業補貼嘅政策不斷有變。佢提醒 CORA 要多了解最新情況。要注意翻佢有冇個稅制可以真係俾到我哋港人嘅稅制優惠先。我都係想攞到內地一啲政策扶持嘅話咧，咁就必須一定要選對點啦。